指控支持台湾灯会伫高雄举办，即届规划爱好甲画舞赢两个灯区，而且要甲博智地区甲高雄港接起来，带观众朋友先来去评判一下。 民众大力拍鼓，这只八脚鱼的手就发出无同的光线。高雄港边出现这只大海怪。 搁来到大港桥，这个比人较悬的花园，有54蕊发光的鼓吹花，已经成做民众翕相拍卡的景点。今年台湾灯会提早开始，福利港边装甲真水，其中这件作品台湾人一定真熟悉。闪闪细细的霓虹灯甲招牌，这是台湾街路的风景。 是用槟榔摊的风格来做啊，其实在讲的是台湾在很多交界处或城市中有一个发光的城市跟一个发光的绿色灯管，实在代表了一个生活的样貌。这个招牌是台湾暗时的缩影，另外配合灯会艺术展览，打造这个台湾无名战士纪念碑，讲的是替台籍老兵请命的口罩营的故事。 这嘛是高雄在地记忆，希望把伊的精神用艺术转化，传承落去。 使用了大量的金属的材质，它的特性就是它可以拆解，然后不断的组合，这样。它其实有一点像传统的建教或是 Kigyo， 就是它为了要盖座庙，它就会搭一个临时的祭坛或是一个临时的牌楼，在每次的组合组装的过程里面，让大家去知道这个故事。 来到维武营，遮的湖水、山峦、甲树仔暗时来看真浪漫。这个半圆形、亲像火烤的艺术地景，其实是红光甲水雾的结合，是澳洲艺术家的作品。另外，伫湖边阁有一大片会发光的花草灯海，嘛有台湾族艺术家打造的光雕风车甲鼓吹花，充满南岛的美丽。 今年台湾灯会总面积有100公顷，是上大的一摆，真侪人趁过年来踅踅，感受灯会气氛。记者邓嘉文、赖伟哲高雄报道。